届这个选举日是伫个11月26号，邮政指挥中心进前已经确定，确诊者甲居家隔离者未当出名来投票，违法者罚款20万到100万不等。也毋过，台中市选委会来提出着质疑，讲投票日的当天并无确诊者的名单，若是确诊者偷偷走去投票，除非有人来检比，也若无根本嘛无人知。而且这个确诊者若走去投票，互抓到，讲照规定，除了罚款之外，伊迄票嘛有准算哦，安尼就真矛盾咯。这款的政策，恐惊就会致使着确诊者会想要违法出门去投票。区公所的人员无用咧整理选举人名单，因为选举剩较无20天。台中市选委会透早嘛开记者会，说明投票的相关规定。不过，邮政指挥中心进前决定，确诊者和居家隔离者未当出外投票，违规者会当罚20万到100万。不过，台中市的选委会投票日迄天无确诊者的名单。 被检举是确诊者，那我们一定会做查证。但是你如果说自己筛了，他这个没有经过法传系统去认定的话，那这一部分我们无从查证。 确诊者若偷走去投票，选委会爱安怎查？台中市选委会讲，爱有人甲检举，卫生局才会更新确诊名单提供查核，而且选票嘛算是有效投票。 还蛮矛盾的哎，这样子我觉得还是会蛮多人去，因为他们会觉得说，哦没关系，反正还是算数，但偷跑出去没有抓到，应该也没差。就投吧，因为这他没有被发现就算了，就这样，不然也没办法，也没办法限制这些人啊。 有民众认为，确诊者的选票有算会引起确诊者违法出门投票。伫第一线执行公务的公所人员讲，投票现场敢有确诊者，确实真歹查出来。 他如果偷跑出来，因为目前是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掌握。不过我想，民众其实应该都有一个认知啦。确诊名单的变数真大，伫第一时间要去查核真困难，所以今日当呼吁确诊者莫出门投票。除了有可能会互罚钱以外，阁有可能会害其他人，有可能会去为着病毒。